間好大風。順利起跑咗啦！見到嚟自第5線道中國選手陳元將一馬當先帶先咗，佢喺個頭欄非常之好啊嗰個進度，然後日本選手 Jeremy 都追得非常之近。哇！見到嚟自中國選手陳元將12秒97啊，非常之接近佢嘅個人最佳成績12秒96啊！係啊，但係咧呢一個嘅加速咧相當之好啊，但係咧我哋要留意一翻嗰個風速啊，係正3.4咁就有。因為咧跑到去最後嗰2個欄咧，突然間嗰個風咧好大啊，係啊，刮起咗咁大風啊，啱啱真係。其實真係臨起跑之前我都話突然間好大風，係吹喐咗我哋台上面嘅水樽啊！你諗下幾大風？咁啊見到咧陳元將就一路帶到落尾啦，第1名衝過終點，時間係12秒97啊！恭喜嚟自中國嘅陳元將，而第2名衝過終點嘅咧係日本嘅 Jeremy， 第3名都係嚟自日本嘅大口清葉。非常之好啊！其實通常咧喺比賽完之後咧，其實唔同國家或者唔同嘅選手咧都會有講有笑，即係其實都係有種識英雄重英雄嘅感覺啦，即係大家都